来看台股早起指数搁再创新高哦，台积电一开盘就起25块，上关是起到725块。今仔金融股嘛表现了袂歹，所以台股盘中指数起到400点哦，上关是到19333点。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嘛表示讲，台股对今年初到单哦起真济，指数日本领表现了真稳健。顶礼拜五美股持续压悬。其中，辉达、超微股价大起4%至5%，台积电美国准托凭证 ADR 股价初一嘛大起4.06%。股内台北股市早盘以18952点开出，伫台积电跳空开悬大起25块，冲起715块新关价带动之下，大盘指数是开悬走悬，加上金融股买盘点火。盘中指数大起要400点，上悬有到19333点，阁创下新纪录，嘛引起各界关注台股敢是进入牛市。早起金管会主委黄天木伫立法院表示，即卖无适合做判断，主要是国际上政经情势多变化。整体台股的本益比有多少？21.17倍。OK 吗？我觉得还算稳健了。台股有基本面是。黄天木表示，台股从年初到今，起的幅度伫亚洲敢若比日本较少，显示台股表现稳定。过去一年，台股主要的基本面是 AI 相关发展类股。今年 AI 产业伫全球来讲，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热度，对台股有正面的帮助。若美国然后降息对国内资本市场可能的影响，伊讲到一般国际上认为讲降息对资本市场相对有更较侪诱因。降息当然对资本市场相对来讲，大家就觉得有更多的诱因嘛，但是过去这1-2年，整个利率在比较高的情况下，台股也有它相对的表现。不过，黄天木嘛强调讲，资本市场要是基本面上重要。对利率降低或者是依持，就继续观察。投资人要是爱注意风险，谨慎选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